人不可以貌相，秀自秀顏，養靚自醜。有人話你的樣子如何，你的字體也必如何。呢句話簡直係垃圾。你睇下，咁清純嘅秀智 BB， 佢啲字係咁醜噶，同個樣拍埋簡直 unbelievable 啊！被封為和美貌成反比的字體，呢次真係我都唔幫你啦。金男神都唔抵幫噶，又料又歪，好彩杜汶澤試啦，唔使靠寫情信追千仲醫嘅啫。雖然我哋男仔最中意都係呢種字，得意得嚟又帶啲孩子氣咁樣，一睇就知係出自靚女手筆啦，仲要係高材生嗰隻添。而女仔最冧呢，未必係好似袁彬同金宇彬呢啲端正嘅字體吧。反而趙仁成同張東健呢類雖然車但有性格嘅字體先至最受少女歡迎啊！唔得，我都要努力啊！